请问，无想要互人骗钱，华语真流行讲我不想当盘子，啊盘子其实是对台语来的。请问这个词吼，台语爱安怎念才对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盘子的台语，7类。来，7位，嘿，嘿，盘子台语安怎念？来，潘呐，哎呦，因为啊，有人安尼有甲我叫过，哎呦，下人，像哈，我的朋友沈玉琳，马里奥，哦，玛丽有哦，甲你叫过，对，叫我是潘呐，讲你潘呐。嘿哦为，什么？是，因为我问请伊食饭，伊叫我是潘呐，哦，安尼嘛就你爱请人食饭啊。是啊，你是先拜呢？不是，啊，我认识20年，伊没有请我食过食饭，熟悉20年啊，啦。对，哦，减我10年啦。嗯，啊，拢无请你食饭。是，好来，潘呐，对唔对？哎，进头哦。好，一般这个潘啊，吼，伊就是表示讲，会互骗去，啊，就是做代志，就是拢足落水的安尼，嘿，拢无啥顺利，啊，个互骗去安尼，啊，个就是外行人的意思。